不要啊，虾仁！此时的虾仁竟挥刀砍向自己的下体。虾仁，你当了太监，我怎么办啊？有那东西在，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虾仁穿越到大明皇国，第一件事竟是挥刀自宫，只因他绑定了一个太监系统，只要亲自动手就能神功大成。小李子，快躺下，等老刘过来给你治伤。没必要麻烦刘公公，区区1、2寸的事，完全小儿科。小李子，咱家给你安排一间独立的房间，赶紧回去休息。7天后，咱家再给你安排活干。多谢李公公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勇的吗？系统怎么还没有完成任务？恭喜主人自宫成功，获得葵花宝典9重神功。李虾仁顿觉脑子像是要炸开一般，无数的神奇符号在他的识海中爆发，高深莫测。他的经脉中磅礴的真气在流动，瞬间便从一个普通人直入后天9重。不错，太监修炼武功速度就是快，如果系统早点来，我早就自宫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有贼人！虾仁运转葵花宝典，静心倾听，外面的声音尽数传入他的耳中。皇宫上空，5道黑影急速而动，在他们后方，一名老太监在后面急速追赶。大胆贼人，竟敢掳走太子，找死！哈哈哈！此太监，没想到你还能发现我猎魔手。哼！老四！李虾仁看着老太监，心中感触：这个还算照顾我的李安老太监，快要死了。于是他朝着李安走了过去。还有个小太监，死！这个3天前自宫的小太监，竟然有这等功力，难道是奸细？不可能，没有哪个超级门派会派这样的绝世弟子前来做太监，做探子都不会。李公公看着虾仁那平静的眼睛，小李子，告诉咱家，你会对大明皇朝不利吗？不会，除非他们对我出手。李安笑了，真心的笑，他的心安了。他艰难地解开麻袋，挺可爱的。这是太子吗？这明明是个小姑娘。不过说起来，若不是他将葵花神功修炼至第9重，还真不能发现这是个女娃。这小姑娘身上有件宝物，遮掩了自身的气息。太子，这是小李子，他不是坏人。说着，他从腰间掏出一块令牌，递给了李虾仁。尊敬的宿主，您杀死黑龙教火行使者猎魔手，其他4大使者将会找您寻仇。触发任务，请选择选项1，什么都不做，奖励塑胶娃娃1个；选项2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击杀黑龙教其他4大使者，奖励天罡童子功前3重。2，身如鬼魅，李虾仁离开了4里间，月黑风高夜，正是杀人时。将4人击杀，我能得到天罡童子功前3重，不知道能不能助我踏入神通境。要知道，神通境千年门派的掌门大长老才有此修为，虾仁一招自宫，天赋竟如此妖孽。他娘的！没想到大明皇宫中的死太监这么厉害，达到了先天9重天，老四竟然挨不住他一掌。那老太监也死，不要管他了。说说，我们还要不要进入皇宫？老子还从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。老大，我觉得算了吧。我们这一闹，朱家那几个老不死的肯定从禁地中走出来，他们随便一个人都有击杀我们的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去附近的城池耍一耍再回去。好，老大，这一次我要吸取大明皇朝100名少女姻缘疗伤。大明皇朝的少女可比我们奴青皇朝少女水灵得多。嘿嘿。老三，我们来个比赛吧，1天内看看谁吸收的少女姻缘多。好呀，现在就出发，品尝一下大明皇朝少女，然后再回去。黑暗中，黑龙教4大使者悄无声息地出现，他们朝着北方行走，一只手掌按在受伤最重的土使者后背。黑衣人一口鲜血喷出，眼睛透着不甘以及不敢置信。他一个先天8重天绝顶高手，竟就这样被人偷袭暗杀。谁？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击杀4名黑龙教使者，奖励天罡童子功前3重。虾仁体内瞬间出现磅礴的真气，这股真气较之葵花真气有些不如，毕竟只是3重天，不过两者却有互补功能。虾仁走上前去，这击一掌，造成他们是被天罡童子功掌力击杀的假象。大人，黑龙教4大使者死了。
好恐怖的掌力，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高手？虾仁穿越第一件事竟是挥刀自宫，从此神功大展，创立西厂，收东方不败，与华田为小弟。东厂不敢管的事，我西厂来管；东厂不敢杀的人，我西厂来杀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。太子殿下，我教给你的都是治国之道，如果你连这点都学不会，还如何治理大明皇朝？老师，你讲的太多了，我一下子记不住。虾仁公公，你听懂了吗？太子殿下，没有。先生，你看，他也没有听懂。一个太监有什么资格听老夫讲治国之道，还不滚出去？太子殿下，太监都是阉人，心狠手辣，他们除了残害忠良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有脑子。他要是真能听懂老夫所讲，那才是真的奇了怪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触发任务，当场反驳太子太傅周儒，按照反驳程度奖励，对方生气，奖励五虎断门刀；对方暴怒，奖励天罡童子功第4筹；对方想杀人，奖励天罡童子功第5筹。昨晚李安公公为救太子殿下，打死一名黑龙教使者，这也算残害忠良。太监不是不懂治国之道，而是不想听你废话。太子殿下，听你所讲治国之道，必入其途。小太监，你满口胡话，你是要颠覆我大明皇朝？一定是东厂魏忠贤那个阉人派来的奸细，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。来人，将这小太监带出去，千刀万剐。太子殿下还没有发话，你就敢在太子殿面前发号施令，是何居心？是想要造反吗？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完成任务，对方气得想杀你，奖励天罡童子功第5筹。虾仁公公真的不一般，能把太傅气成这样。你们还不动手，将这小太监乱滚打死！慢着，老师，虾仁公公是李公公的徒弟，李公公可是因为保护我而死。李公公，他可是皇主的心腹，看来这小太监必须提前杀死，不然将来必是另一个魏忠贤。尊敬的宿主，大明皇朝太子太傅周儒对宿主产生杀机，触发任务，3日内杀死太子太傅周儒，奖励天罡童子功第6筹。南山三魔郎，本太傅请你们杀一个小太监。嘿嘿，太傅，杀一个小太监，你就请我们3人动手？你是真瞧得起那个小太监，还是瞧不起我们南山三魔郎？魔郎，我知道你们的实力，曾经一夜屠杀我大明皇朝边境一个小镇几万人。可这里是大明皇朝皇都，那里面可是有不少高手，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。老三，就由你去解决这个小太监吧，我和你二哥还要去勾栏听曲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密室，怎么会有风？谁？杀死太子，虾仁悄无声息回到住处，领取天罡童子功第6重。先天9重真气再度强大3成，而且葵花真气与天罡真气融合，刚柔并济，同阶武者可随意秒杀。什么？太傅死了？皇主，太傅死了，一定是东厂大都督魏忠贤派人暗杀的，请皇主处死魏忠贤。请皇主处死魏忠贤。恢宏大气的太和殿，一帮文臣齐声呐喊，纷纷要求大明皇主朱简处死魏忠贤。朱简身旁的魏忠贤面色极为阴沉。陛下，咱家怎会去暗杀周儒？他府中还有诸多高手，而且咱家擅长的乃是爪法，根本不会掌法。那杀死周儒的凶手一定是奴青皇朝黑龙教的人。奴青皇朝与大明皇朝是死敌，只要将凶手栽赃到奴青皇朝身上，皇主一定会转移目标。好个奴青皇朝，好个黑龙教！魏忠贤，只要黑龙教之人敢踏入我大明皇朝之地，杀无赦。是皇主。魏忠贤居然是神通秘境2重天强者，他还装作自己只是先天7重天高手，阉人就是狡诈！阿呸！此时的虾仁虽只有9重天巅峰，感知却远超神通。骂完魏忠贤，虾仁便开始了修炼，这一修炼便是5年。宿主虾仁，性别不明，年龄20岁，修为神通境5重天，功法葵花宝典10重巅峰，天罡童子功9重巅峰，虾仁飞刀5重，玉净万法根源至今2重，九阴神功2重。5年积累，收获不错，但与那些道家祖师相比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该出去走走了。
太子，你的修为突破至后天第9重了，很不错。虾仁公公，他们看不见你吗？我修炼了一门神功，他们发现不了我。你教教我呗。太子，你先修炼九阴真经与玉女心经，等你达到神通之境，我再传授你这门神功。唉，虾仁公公，我们大明皇朝处境越来越不好了。奴青皇朝占领我大明皇朝，北方莫州数座城池，百姓被屠戮干净，周边小国更是被青罗皇朝9大王爷全部灭了。种族灭亡，奴青皇朝9大王爷居然如此凶残，如此屠杀百姓，这9人必须死。太子，你该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了。虾仁公公，我也想，可朝中大臣都盯着我，根本不给我机会，只让我读书。还有东厂，我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测之中，甚至父皇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。尊敬的宿主，大明皇朝太子朱云渴望得到您的帮助，触发特殊任务，帮助朱云成立西厂，成为西厂大都主，奖励天罡童子功第10重。太子，你想我帮你？虾仁公公，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了。太子殿下，快到城南门了，我们出城去清风观。首领，太子出城了。好，立即通知黑龙教，这一次我要太子朱云死。去掉烦恼根，拔刀自然神。虾仁灵针起手，砍下2弟，从此神功大成。创立西厂，收东方不败与华田为小弟。东厂不敢管的事，我西厂来管；东厂不敢杀的人，我西厂来杀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。太子殿下有危险气息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刘统领不碍事，继续赶路。有点本事，可在我等黑龙教4大护法面前，啥都不是。好个霸道！想必你就是护龙山庄的归海一刀，果然厉害。可惜只是先天6重，能够接下我们一招，已经不错了。受死吧！一刀，我和海棠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天子第1号大内密探段天涯，弟子1号大内密探归海一刀，还有上官海棠。太好了，太子，我们有救了。刘刀，你带着太子殿下先走，我和一刀、海棠拦住这黑龙教4大护法。换剑，漫天花雨洒金钱。3名大内密探纷纷使出绝招，只是相比于奴青皇朝黑龙教4大护法，他们3人还是差了不少。东瀛无神绝宫忍者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刺杀我大明皇朝太子！他日大明皇朝必定覆灭你东瀛！太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太子殿下不过14岁，面对诸多强者刺杀，居然没有一丝害怕的意思，这可比当今皇主强多了。夏公公，汉中还有人吗？有不少，还有1名神通强者。夏公公，神通强者能看出是哪一方吗？阴邪至极，与黑龙教4大护法一起，应该是黑龙教的帝尊。大明皇朝大内密探不过如此，小太子受死吧！天罡童子功。尖锐的声音伴随着一道人影出现在马车前，是一名太监，他释放出天罡气罩，为马车抵挡了致命一击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罡童子功，好恐怖！这只烟狗还没有踏入神通之境，就能与黑龙教4大护法对拼，甚至占到上风。曹正纯修行不过40年，而黑龙教4大护法修行超过100年，乃是邪道高手，竟然被曹正纯压制住。好个黑龙教4大护法，竟然能够抵挡咱家的天罡童子功！
哈哈哈！你个太监，功力不弱，如果投靠我们奴青皇朝，荣华富贵、神兵利器、传世神功，任你挑选。咱家乃是大明皇朝之人，你们奴青野猪皮，狗胆包天，还敢刺杀我大明皇朝太子，找死！曹正纯面露杀机，今日他一定要杀了黑龙教4大护法。他单手变掌，磅礴的气势遮天蔽日。黑龙教4大护法俱是一阵，他们没想到曹正纯刚才竟没有用全力。天罡童子功有点意思。帝尊，帝尊，黑龙教教主之下就是天地2尊，他们都是活了几百年的神通境高手。大内密探段天涯、归海一刀、上官海棠也纷纷吃了一惊。身着紫袍，黑发披肩，背负双手，浮空而立，双目直视前方。他的前方是大明皇朝皇宫禁地，下方诸多先天高手，他根本没放在眼中。你身为神通境高手，敢刺杀我大明太子，必遭天下人耻笑。我大明皇朝老祖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奴青皇朝皇室之人。大明皇朝很快就要消失了，这18亿子民当为奴青皇朝奴隶。哈哈哈哈！混账！大明皇朝传承1000年，岂会消失？你奴青皇朝屠戮我大明皇朝子民，他日灭奴青皇朝者，大明子民也。蝼蚁！去掉烦恼根，拔刀自然神。虾仁灵针起手，砍杀2弟，从此神功大成，创立西厂，收东方不败，与华田为小弟。东厂不敢管的事，我西厂来管；东厂不敢杀的人，我西厂来杀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就是西厂。混账！我大明皇朝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。你可以灭了我，但休想让我为奴。蝼蚁！尊敬的宿主，黑龙教帝尊准备杀死大明皇朝太子朱云，触发任务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帝尊，按照羞辱程度奖励对方逃跑，斩杀对方，奖励小李飞刀第6重，杀人诛心，对方主动跪下求饶，再将其斩杀，奖励小李飞刀第7重。放肆！声音穿梭空间，直入帝尊视海，帝尊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起来。你是谁？朱家的老祖还是谁？跪下！声音再次震荡，帝尊一口鲜血喷出。阁下如此羞辱本尊，他日本尊必要讨回公道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要走了。虾仁变拳为掌，下一刻，虚空之中出现了一张超级恐怖的大手印，从天而降，黑龙教4大护法瞬间被压爆，帝尊则是直接被压进泥土。不管你是谁，如此羞辱本座，我黑龙教教主不会放过你的。跪下！休想！为什么？我不是不愿意跪，我只是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跪下。如果只有一个人跪下，没问题的。虾公公，你把他杀了？杀了？怎么不能杀？不是不能杀，只是感觉有点意外。他可是黑龙教帝尊，天下超级强者，寿元超过1500载，这等存在那就是神仙人物，就算被人打败也不会死。区帝尊抬手可灭。帝尊死了，奴青皇朝必定攻击我大明皇朝。走，我们回去通知义父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不知道这是太子座驾吗？呵呵，太子，不好意思，曹公公，真正的太子殿下已经在太和殿召集群臣，准备登基。刘喜，你是在找死！皇主暴毙，留下遗嘱，废除太子朱云之位，传位于福王。什么？皇主暴毙？不可能！陛下只是身体不行，绝不可能暴毙。我才离开皇主几个时辰，皇主怎么可能暴毙？还有，皇主就算暴毙，也不可能废除太子朱云之位，传位于福王。什么？父皇暴毙？不可能！领取小李飞刀第6重。虾仁的识海中泛起了惊涛骇浪。一柄无形飞刀凭空出现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真的是快到极点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去太和殿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去太和殿？呵呵，朱云，你已经不是太子了，还是等新皇继位召见你等，你再进入太和殿吧。
你是谁？竟敢打咱家？咱家乃是9000岁魏忠贤的人，9000岁不会放过你的。走。是。明明是戒备森严的皇宫，皇上却突遭暗杀。皇上，你咋驾崩了呀？皇上他完犊子了！我的天爷爷！父皇，朱坚终于死了，想要杀本督主做梦。呵呵，福王蠢猪一个，先将你扶上皇位，日后等本督主成为天人修士，断肢重生，这个皇位就是本督主的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朱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皇后周玉满眼泪水，第一时间对着朱云摇了摇头。皇宫完全被魏忠贤掌控，纵然是老祖，也死于魏忠贤的剑下。他们母女绝对不是魏忠贤的对手。站住！魏忠贤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很简单，皇主遗嘱，废掉朱云太子之位，由福王接替皇位。朱云没有资格进入太和殿。魏忠贤，你以下犯上，死罪！咱家将你拿下，交由太子殿下处置。呵呵，天罡童子功也不过如此，太弱了。你得到了天怒心法，天怒剑也在你手中。不错，本督主得到了天怒心法，还得到了天怒剑。普天之下，还有谁人是本督的对手？天怒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？随着虾人的出现，魏忠贤眯起了双眼，他知道这是一个高手，很可能在自己之上。可他疑惑的是，此人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拥有如此修为？臣服本督，本督饶你一命。一战。这人是谁？竟然能够与手持天怒剑的魏忠贤争锋？这定然是老祖，一定能够杀死魏忠贤这条烟狗。群臣都想魏忠贤死，于是众人纷纷看向太子，想要从太子的口中知晓这位是朱家哪位老祖。朱云负手而立，装作大人。他时刻记着小李公公跟他说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保持冷静，还有威严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哪位老祖？他乃是李公公，魏忠贤狼子野心，想要谋朝篡位，注定无法成功。公公又是死太监，难道没卵武功就能变得这般恐怖？你是太监，为何本督主从没有见过你？出招吧！你我何不联手掌控大明皇朝，然后拿下其他7大皇朝，登临至巅？尊敬的宿主，魏忠贤邀请您掌控大明皇朝，触发任务：击杀魏忠贤，辅佐朱云登基，奖励葵花宝典11层。废话太多。既然不愿与本督主合作，那就死吧。天地炸响，天雷滚滚，黑云压城城欲摧。大明皇朝皇宫禁地，几名老者悬浮在半空中。没想到这个魏忠贤如此强大。那个太监是谁？为何我从来没有见过？我也没有见过，比曹正纯、刘喜、于华田、曹少卿等人强大太多了。手中无神兵，竟然能够与手持天怒剑的神通三重天魏忠贤抗衡。他们修炼都不过50年，难道太监练武都这么快？老三，你可别有这想法。是啊，三哥，那么多太监，也只有他们几个太监厉害。啊！天怒剑给你，放过我！杀了你！天怒剑也是我的。吓人！太子朱云乃是女儿身，她根本没有资格当我大明皇主，皇主之位是本王的。福王罪不可恕，宜处斩。太子为正统，当登基为皇。本官还不知道太子是不是女儿身，岂可就这样让太子登基？你反对？不是反对，而是心中有疑虑。太子想要登基，必须验明正身。
太子登基为我大明皇朝皇主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哼，你不过一个太监，有何资格说这句话？阉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说这样的话！你是想要凌驾于百官之上吗？大胆阉狗，你！魏忠贤已经够凶残了，可与这位下人相比，就是个乖宝宝。不行，必须尽快想法将这阉狗斩杀。这波真是酒足消消乐。太子登基为皇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一连为28位官员销户，谁反对？谁敢反对？严嵩感觉到那道目光注视着他，他的灵魂都僵硬了。本官赞成。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赞成太子朱云登基为皇，再没有一个人反对。太子殿下，百官无一人反对您登基为皇。1日后，签到，领取葵花宝典11重。虾人的体内爆发出澎湃的气息，他的周身出现无色气流。他不仅仅是成功突破至葵花宝典第11重天，而是完全领悟。恭喜都主，陛下封您为西厂9000岁大都督。区西厂，本都主要的是这武林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成为西厂大都主，触发特殊任务，邀请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为西厂2都主，奖励金刚不坏神功前3重。本都主任命你为西厂3都主。都主，这2都主是谁？东方不败，你去邀请他成为我西厂2都主。东方不败可是黑木崖女魔头，神威盖世，他恐怕看不上这西厂2都主之位呀。你去请就是，告诉他本都主能治他的葵花宝典后遗症。是都主。区太监也配招揽本座？这东方不败居然瞧不起西厂，瞧不起我就算了，竟敢瞧不起大都主。东方教主，你修行葵花宝典，每到月圆之夜，是否腹部隐隐作痛？只要你肯出任西厂2都主，大都主会解决你的问题。他怎么知道你们大都主是谁？你去了就知道。想要本座接替西厂2都主，让他亲自来。你有什么资格让大都主亲自来请？滚，不然死！严阁老，一个东厂还不够，居然又成立西厂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那个太监心狠手辣，根本没有将我们这些文官放在眼中。大明皇朝可都是我们文官支撑着，要是没有我们，哪里还有大明？这个太监武功高深莫测，比之魏忠贤强大数倍。你们也见到了，纵然魏忠贤手持天怒剑，也不是这个太监的对手。你们说怎么办？严阁老，纵然这个太监再厉害，也不是无敌的存在。少林方丈、武当掌门，还有邪道魔道高手，都能与其匹敌。严阁老，我这就派人去武当少林剑宗，把那个阉狗。救我！男子刚要对女子施暴，田国光受死。我的命根子，你是谁？西厂李虾人收你来了。田伯光，我的好兄弟，此仇不报，我令狐冲誓不为人。独孤九剑破剑士。葵花宝典11重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独孤九剑在我面前都是弟弟。大都主，北方出现了异常，估摸着奴青皇朝应该有了新动作。召集西厂最精锐的300名太监，随本都主去北方看看。都主，300名太监是不是太少了？够了，本都主离开的这些日子，皇主的安全交给你了，若有损失，提头来见。是都主。300名太监出动，第一时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这一刻，各大宗门世家的暗哨纷纷出动。严嵩买通的江湖侠客也在其中，他们都想置虾人于死地。马车中，虾人能感应到各种探查他的契机。
他根本不在意。神通境6重天修为，根本不需要注意这些蝼蚁，甚至有些想靠近马车的，直接被曹少卿和羽化田击杀。曹少卿将葵花宝典传授给他们。如果将这300太监培养成神通境强者，那必定能够横扫奴青皇朝，一个一族也敢屠杀大明皇朝子民，狗胆包天。大太保还不出手吗？他们马上就要走出山谷了，盟主交代一个不留。上。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袭击大都主！你们不想活了？放肆！无法描述的波动从山谷下冲向山谷，山谷上500人瞬间口鼻流血，死于非命。纵然是嵩山派托他手丁冕，也不意外。死不足惜，我们走去嵩山派。下人，你好狠！500名弟子就这么被你灭了。门主，西厂太监如此嚣张，一定要将他们彻底覆灭，为师叔报仇。传信让其他4大派前来嵩山，我们五岳剑派同气连枝。西厂太监杀我嵩山派弟子，他们在找死。烟狗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嵩山派刺杀我西厂大都主，死罪还不下山受死？一句大都主令嵩山派高手心神俱震。西厂大都主武学修为高深莫测，传闻打败持有天怒剑的魏忠贤。你是西厂大都主，那又如何？传闻你有多厉害，在本门主的面前也不过如此。离开嵩山派，活！文主，弟子家中有事，想回家一趟。临阵脱逃者死！百个呼吸，嵩山鸡犬不留。嵩山派再没有人离开，离开的都被左冷禅杀了。只要祖师出现，就一定能杀了下人。只要虾人一死，那我嵩山派就能成为超一流门派。虾人，你想要灭杀我嵩山派，想多了。今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你想杀我，难道还不让我灭你？上去！300太监朝着上方走去，马车也朝着上面飞去，很诡异。左冷禅见到这一幕，心生恐惧。老祖，放心，老祖我在这里，谁也奈何不了嵩山派。老祖是老祖，老祖出来了，我嵩山派有救了。哈哈，烟狗，我嵩山派祖师到来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藏头露尾。怎么，西厂的大都主不敢见人？为何要来送死？老夫左北冥纵横江湖300载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狂妄的人。狗贼，还不露面，找死！这可是祖师神通境2重天的存在，不说天下无敌，也该是少有的强者。可现在竟被一招秒杀！杀，鸡犬不留！淹过自己的都知道，东方不败才是武力天花板，但这个虾人竟要收他为小弟。呵呵，谁能想到武功盖世绝伦的东方不败居然是个女的，而且还如此倾国倾城。哈哈，谁又能想到如此年轻俊朗的青年是西厂大都主？只可惜是个太监，不然我就嫁给大都督了。想乱我道心，想都别想，我早已切掉了烦恼根。东方姑娘，以后你就是我西厂2都主了。大都主，我可还没有答应呢。没有答应，那你现在可以答应了。这是什么诡异的功法，竟将我葵花宝典的后遗症彻底治愈了。还有他的修为竟然深不可测，纵然我神通境3重天，他竟能如此轻易的近我的身。你觉得你还有不答应的理由吗？大都主，我东方不败愿为西厂2都主，一切听从大都主的。
尊敬的宿主，东方不败答应成为西厂2督主，完成任务，奖励宿主金刚不坏神功前3重。同时提醒宿主，任我行未来将会成为祸患。你不杀死任我行吗？任我行，杀不杀他都一样，蝼蚁而已。去杀了他！天地大变，群雄并起，任我行修炼吸星大法，已达第10重。若是现在不杀死他，未来他必定会找你报仇。东方姑娘看向星空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虾仁伸手搭在东方姑娘的肩膀上，磅礴的葵花法力涌入东方姑娘的身体中。她看到了星空中有一暗星正在发光。任我行的气运居然在暴涨，他的修为应该达到了神通境第3重。这个老家伙竟然这般厉害，本教主现在就去杀了他。随着东方不败的离开，虾仁与300太监静坐黑木崖。虾仁大手一招，庞大的葵花法力作用在300太监和曹少卿、羽化天的身上，只是瞬间就有太监任督2脉被打通，进入先天之境。哦，太快了！普通人想要踏入先天之境，没有20年修行，根本不行。看来还是太监修炼快啊！3天后，怎么回事？有高手救了任我行，神秘莫测。若不是我修为突破至神通境4重天，很可能回不来。能如此轻易地打败你，此人的修为很可能达到了神通境7重天。不错，此人号称神。哼，什么狗屁神！若是真的神，本姑娘岂有机会逃出来？神！虾仁心中有了猜想，如果真的是神，那他还杀不死对方。我们走吧，你将你日月神教弟子也一并带上。告诉虾仁，神将来找他了，他触犯天威，今天只是一个警告。哼！萧公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皇主，你用了我给你的令牌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萧公公，有一名自称为神将的人出现在皇宫，他打伤了曹公公，想要将朕抓走，朕就用你给的令牌将他击退了。神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对付他们。大都督，虾仁伸手朝着曹正纯的眉心按去，下一刻，曹正纯爆发一股强大的威势，他的修为直入神通境2重天。多谢大都主赐下金刚不坏神功。没想到大都主还有这等伟力，竟然将一门功法凝聚成精华，送入他人的身体中。虾公公，他是谁？你叫他东方姐姐好了，以后就由他保护你的安全。东方不败，传闻东方不败是男的呀，怎么变成姐姐了？东方拜见皇主。东方姐姐不必客气。还有一件事，夏公公，西夏一品堂的4大恶人抢走了我们价值3200万白银的粮食。西夏王朝有这个胆子？尊敬的宿主，西一品堂抢走大明皇朝采购的粮食，触发特殊任务，击杀4大恶人。东方，你留下保护皇主。是。曹正纯随本督主去。是。甘截取我大明皇朝的粮食，天上地下都没有4大恶人的活路。堂堂大明锦衣卫，竟被西夏一品堂砍瓜切菜。外壁寡妇。大明锦衣卫不过如此。是吗？4条恶狗抢我大明粮食，杀我大明子民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奶奶的，你是谁？混账，连我西厂都不认识。咱家先将你们擒下，拿回粮食再说。他奶奶的，原来是太监！早就听闻大明皇朝太监厉害，今日倒要好好瞧瞧这太监究竟有多厉害。死太监，找死！叶二娘将手中的婴儿砸向曹正纯，然后与云中鹤联手杀向曹正纯。好个厉害的太监，竟然达到了神通境第2重！我们走。想走，留下性命再说。曹正纯的速度极快，一个跳跃便劈向叶二娘。叶二娘面露绝望之色，她小看了这个大明太监的武力，对方只是一招就杀死了老三，她根本挡不了一点。
你是谁？敢管我西厂的事？施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少林方丈6根不净。尊敬的宿主，触发任务：杀死少林方丈4大恶人，奖励初级天眼。就你们叫西夏一品堂，我让你变西夏王八汤。就这么没了？4大恶人可是杀了我们300多兄弟呀，这就被秒了。那个光头竟然是世人敬仰的少林寺方丈玄启。是呀，这没想到大师慈悲为怀，竟然会救一个恶贯满盈的叶二娘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方丈慈玄大师和叶二娘曾经可是情人关系，还生了一个小和尚。爹娘，李虾仁，我虚竹与你势不两立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完成任务，奖励初级天眼。虾仁的眼睛变了，看得更透彻，天地间的奥秘在向他展现出来。这就是初级天眼，只是还要闭关领悟天眼奥秘。东方姐姐，这个兵部尚书太烦人了，他不想着赈灾，居然要我将流民全部斩杀。皇主，你很烦他，姐姐帮你把他杀了就是。我也很想将兵部尚书暗杀，但这种事不能这么做，要不然以后百官都会人心惶惶。东方姐姐，你帮我去找他的犯罪证据，我让西厂人去抓他。好，我这就去看看他都有什么犯罪证据，到时候直接将他下大狱。神将，嘿嘿，想不到吧？等你好久了。吃了你，本神将的灭世魔神必定能够更上一层楼。好司机，你的实力比那个太监强大得多，本神将对你更感兴趣了。火雷罡气，漫天雷火，瞬间直接烧穿一条街道，无数人惨死。东方不败急了，这要是继续死人，那大都主回来还不得说他没用。万剑化一，东方不败消失了，化为了一根银针，直刺神将的眉心。神将也开始拼命，将全身魔力凝聚在眉心，抵挡这一恐怖的银针。神将的修为超级恐怖，比东方不败还要强大得多。只是东方不败乃是绝世奇才，即使修为低一些，依旧能够与神将对拼。小娘子，咱们下次见，希望你洗干净点。东方姐姐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皇主姐姐受了重伤，3个月不能动，这段时间低调点。有高手闯入，不对，是5名神通境2重天强者。谁能想到5个顶尖高手夜袭皇宫，竟是为了暗杀一个受伤女子？皇主有高手来袭，你先去躲起来，我来应付。姐姐小心。东方不败知道，如果他没有受伤，5名神通境强者他能轻而易举斩杀。可如今他身受重伤，只能拼命了。死谁？你终于回来了。天下会、少林、天门、搜神宫、奴青皇朝，很好，都到齐了啊！尊敬的宿主，5大势力攻击宿主，触发特殊任务，请完成5项任务，时间不限。覆灭少林，奖励1金金9重；覆灭天下会，奖励3分归元气后3重；覆灭搜神宫，奖励倚天神诀第1重；覆灭天门，奖励圣心诀第1重；覆灭奴青皇朝，奖励第12重葵花宝典，第11重天罡童子功。很好，我的刀很久没有磨了。灭少林，反所阻挡者，杀无赦。是大都主。大都主，小人也想为大都主分忧。刘喜，哥。
1200名太监出动，没有不长眼的攻击他们。远在武当山的武当派掌门冲虚道人心惊胆战。西场大批人马出动，看样子是奔向少林，莫非是因为刺杀那件事？幸好当时拒绝了参与刺杀。多事之秋，天地异象起，现在都看不明白天下。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，前来我少林寺所为何事？你们少林寺敢派人偷袭我们大都主，找死！阿弥陀佛，施主弄错了吧？我们少林寺一向与人为善，岂会偷袭他人？方丈，打死他们，竟敢闯我少林寺，简直找死！区区几个太监，也不知道几斤几两，不知我少林寺的强大，难道没听说过天下武功出少林？天大地大，我们都主最大。你们少林寺倒行逆施，自取灭亡，今日就灭了你少林寺！大胆！你们少林寺秃驴道貌岸然，我西厂大都主镇守大明皇朝，你们竟敢派人偷袭他，找死！你们这些秃驴，谁上来受死？在少林寺中有诸多江湖门派高手助阵，少林被羞辱，这是他们不能忍的。一名风神如玉的青年凌空飞渡，手持3尺青剑，蔑视地看着曹少卿。长得还挺帅，可惜不是个太监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阉狗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剑神风不凡的弟子风拳。剑神风不凡，天下绝世强者，一剑断山河，一剑震天下。他的弟子剑法盖世，绝对能一剑秒杀这个阉狗。风少侠，快点将这阉狗杀死！阉狗，自裁吧。风少侠，别留手了，杀了这个阉狗！好，司徒小姐想要这个阉狗的命，那在下义不容辞。阉狗，司徒小姐要你死，你自裁吧。元真大使，小辈大斗，你插什么手？阉狗，你们卑鄙无耻，使用暗器，还敢说元真大师插手，你们都该死！元真大师杀了这条阉狗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比斗归比斗，如何能使用暗器？大师真是能说会道，要杀咱家侄子，还说咱家侄子使用暗器。咱家就说了，咱家的侄子不但使用暗器，还在暗器上面涂了毒。毒？阉狗，你们果然卑鄙无耻，还不将解药拿出来，不然你们今天死定了！所有人都被曹正纯的狠辣震慑住，在他们的心中，西厂阉狗根本不敢杀人。这里可是大明皇朝江湖中泰山北斗少林，他们围攻少林也只是做做样子，就算杀人，也只是杀1、2个护，绝对不敢杀少林大师。可现在，司徒家族的大小姐司徒娉婷被杀，从来只有他们杀人，什么时候阉狗敢杀他们这些大世家的人了？你敢信武力值天花板的少林寺竟被一群太监围杀？刺杀我西厂大都主，死罪杀！混账！谁敢动少林寺？死！师父，救我！将解药拿出来，饶你们一条狗命！哼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阉狗，你还不配让我剑神风不凡和你动手，让你们大都主出来！如你所愿。30个呼吸，少林寺鸡犬不留！杀！孽畜，我少林不是那么好灭的！
在这一刻，少林弟子为保护千年传承，与西厂太监厮杀在一起。3000年佛门顿时火光四起，血流成河。不烦我的耳。阿弥陀佛，佛曰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今日我少林寺遭此恶难，他日这大明皇朝将无复存在。四大元首随我诛杀邪魔，阉狗受死！小孩子过家家。逃，快逃！这不是人，这是魔鬼。少林寺要被灭了，你还不出手？阿弥个豆腐，施主少林寺弟子是无辜的。有救了！大师接住了阉狗的一招。大师杀了这个邪魔。杀！一个不留。几位出来洗地了？少林寺这就被灭了，西厂这么狠的吗？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覆灭少林寺，奖励9重易筋经。强大而柔和的真气在虾仁的体内流转，他的境界并没有提升，被天地压制住，停留在了神通境7重天。但他的体质却成长了还不少，更主要的是，他身体中缺失的那一部分要长出来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修炼到天人境，不单单能断肢重生，而是滴血重生。尊敬的宿主，您的易筋经大成，触发任务选项1，再次自宫，奖励葵花宝典第12重；选项2，成为完整的人，大太监系统离去，祝福宿主与东方姑娘修成正果。我选1。督主，我们去哪里？天下会。拜见大人。岳不群，说出你的目的。大督主，我想要加入西厂，学习葵花宝典。准许，以后就是西厂的7督主，希望你的身份能有点用，回去整合江湖门派。是，大督主，我回去之后一定整合门派，投靠朝廷。不，整合武林门派，击杀一切盗匪，稳住局势，击杀10万名奴羌皇朝之人。本督主奖励你第10重葵花宝典。竟然有这等好事！谁能杀死奴青皇朝之人，那都是大明皇朝的英雄。多谢大督主，属下一定甘道图地，击杀奴青皇朝之人。去吧。是，大督主。你们也一样，只要你们将9重葵花宝典修炼至大圆满之境，本督主会给你们第10重功法的。多谢大督主。督主，天下会帮助雄霸的3个弟子背叛了天下会，雄霸前去绞杀。走，杀雄霸，灭天下会。眼前向你走来的是3分归元气创造者，武林神话，天下会扛把子，傲娇界天花板的雄霸。如今他却被3个亲手养大的徒弟围杀，刀刀暴击，句句破防。而他不知道的也是最致命的，有个老六早已潜伏在暗中，伺机而动。雄霸，你这个老壁灯，抢我女人，灭我全家，今天必须让你这老灯埋葬于此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小崽子，师父的养育之恩都忘记了吗？哼！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老夫偏不信。今日就让你们尝尝3分归元气的威力。风云合璧，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老夫偏不信邪。3分归元气。不，
我雄霸还有机会，我还能翻盘。雄霸的死亡忽然引起天地震动，仿佛要降下雷罚一般。贼老天，就你还想惩罚我？等着吧，等我哪天连你一块干了！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完成任务，奖励3分归元气第8重。虾公公，你来了。皇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将锦衣卫纳入我们西厂管辖，我要他们有用。虾公公，我回去就下旨。你拿回去好好修炼。这3分归元气不是天下会帮主雄霸的独门武功吗？整个天下也只有雄霸会，他可是站在这方世界顶端的人物。难道说雄霸是虾公公杀的？大督主，将你的金刚不坏神功交给所有锦衣卫。是大督主。用佛门的培养秘方助他们修行。可是大督主，这要耗费很多银子的，我们西厂银子可能不够。怕什么？没有银子，那些勾结奴青皇朝的商人有的是，没有就去要，要不到就去抢，抢不到那就抄家灭门。还有朝中的某些大臣，他们可富有的很。总之，我要将锦衣卫打造成一支特种部队。是。西厂又是那个神秘的大督主虾仁，欺我太甚。义父，那个虾仁神秘莫测，西厂势力本就强大，再将锦衣卫交由西厂管辖，那西厂的势力就更大了，这太危险。怎么可能？曹正纯以前只是先天高手，现在居然连我都看不出修为，这进步也太快了。海棠姑娘，你担心咱家，你还不如担心神猴会做什么。曹烟狗，你竟然擅闯我护龙山庄！哼，你以为我想来吗？如果不是大督主说你们还有大用，早送你们领盒饭了。我是奉大督主的命令前来送养东西的。铁胆神猴连忙翻看金刚不坏神功，他的内心顿时狂喜，面色却是阴沉不定。我被古三通给骗了。神猴，您觉得这金刚不坏神功如何？曹督主很不错。大督主说了，这是给3万锦衣卫准备的，当然你们都可以修炼。报，西北800里加急。夏公公，这西北巡抚竟然说我得位不正，要我下罪己诏，而且还用的800里加急，他这难道是想造反？尊敬的宿主，触发任务：与云皇前往西北之地，斩杀叛臣西北巡抚，并覆灭西夏王朝，奖励《葵花宝典》终极篇。西北巡抚，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明明只有8个人，竟敢硬刚80万叛军！大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靠近西北军营？当今皇主在此，还不跪下迎接皇主？你等着，本将军现在就去禀报巡抚大人。左千户洛天面色变了，这守将应该去禀报给都指挥使司，结果去禀报巡抚，可见这西北大军完全被巡抚掌控。皇主，看样子西北巡抚完全掌控了80万军队，不碍事。8人对80万大军，皇主竟然还能如此淡定，肯定是有依仗了。同时，8名高手骑在马上，一动不动。而羽化田则是安心修炼葵花宝典，他现在是先天7重天高手，很快他就能踏入先天8重，追上曹少卿。曹少卿有个好叔父曹正纯，我羽化田没有，但我绝对不会比曹少卿差。曹少卿不敢杀的人我敢杀，曹少卿不敢管的事我敢管。我要在大督主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说不定大督主会赏赐我星元丹。嘿！本官听说皇储来了。大胆！皇主在前，还不跪下迎接？仅8个护卫就敢在我这里耀武扬威，胆子不小。本官怀疑车中并不是真正的皇主，是假的。对皇主不敬，死罪。所有人都呆了，西北军营口所有将士都不知所措。锦衣卫御林军8名高手也懵了，小姑娘朱云也有点懵，她没想到虾公公说杀就杀。这可是西北巡抚2品大官，最主要的是西北巡抚掌控30万大军，拥有左右大明皇朝格局的人就这么死了。皇主，该你上场了。西北巡抚刘川图谋不轨，欲要造反，
今日朕特来西北军营处斩刘川。西北军营炸窝了，而刘川的几名亲信却是面色骤变。刘川是要造反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他们也参与进去。一旦被皇主查到，那他们必死无疑，甚至满门抄斩。胡说！巡抚大人一心为国，本将军怀疑你是假冒皇主，皇主岂会亲自来这里？没错，皇主坐镇大明皇朝，岂会来西北大营？朕为大明皇朝皇主，谁敢冒充？朱云年龄虽然不大，却有真龙之威，真龙之气缭绕，真的不能再真。军营中诸多将领见识到真龙之气，纷纷跪下。拜见这群叛将果然不敢反抗。皇主他们有那个心，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斩杀了西北巡抚，下一步就是灭掉西夏王朝。灭掉西夏王朝，我能得到葵花宝典12重，加上3分归元气，实力就能再上一层楼。荒凉的大西北，漫天黄沙，遮天蔽日，真的是缺水。众多将士口干舌燥，嘴唇发白。虾仁看向天空，他突然有了想法。皇主召集众将士，令苍天降雨。小姑娘朱云吃惊了，她知道虾公公的意思。激怒苍天，苍天必然凝聚乌云闪电，这时候击废乌云，必定会降雨。可这太疯狂了。众将士为大明镇守边疆，其功无量，朕铭记于心，大明永存。大明永存，大明永存，大明永存。苍天降雨。霎时间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朱云的行动在挑衅苍天，被规则感应到。此时的天空并不像是要降雨的意思，反倒像是末日。台子上，朱云继续手持宝剑，剑指苍穹。他小小的身子中承受了万军之力。天要灭我大明皇朝，那我就灭天。我是大明皇朝皇主，是云皇，是未来的人皇。苍天还不降雨？远方的大山之上，虾仁伸手一指，葵花法力与天罡法力攻击在乌云，乌云炸裂，滂沱大雨瞬间掉落下来。老天，我在外挂的，有本事你就来搞我！随我覆灭西夏王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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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明是个大灯蒙昧，竟敢朝着100万大军冲杀。最前头，朱云策马奔腾，极为醒悟，他无惧一切。杀！拓跋野还不投降？岳天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可知你这是挑衅我西夏王朝？你大明皇朝皇主，知道饶不了你。好好看看你眼前的是谁。大明皇朝皇主，莫非就是你这个小娃娃？嘿嘿，有那么2下子，拿下你这小娃娃，我就能拜相封侯。西夏王朝抢夺我大明皇朝粮草，更是侵犯我大明皇朝边境，死罪！众将士，攻破这城池，覆灭西夏王朝！朱云再次策马奔腾，直取城池。这一幕真的吓到了羽化田等8名先天高阶强者，9人全力追随在朱云身边，保护朱云。好大的胆子！区区先天高手就敢杀入我西夏城池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是老祖，是拓跋无双老祖。我们老祖神通劲大呢，你们死定了！皇主，快走！朱云却根本不将这名老者放在心上，他长剑一指。你们老祖已死，你们还不投降？眼看着老祖被秒，他们战斗意志直接跌倒谷底。西夏将士纷纷扔下兵器。夏公公真厉害，我大明皇朝一定能够再延续1000年。1个月，大明80万大军就已经攻入西夏大门。西夏王朝国主李亮面色惊惧，完了，真的完了，我西夏彻底完犊子了。李亮，你作为西夏国主，岂可如此没有斗志？威斥声从远处传来，接着一道人影出现在西夏国都城墙之上。母后，这是国主李亮的母后，也是西夏最强大的存在。大明皇朝皇主，你身后之人在哪？出来！
小姑娘朱云看到这白衣女子，也不由得为之吃惊。九州有百花榜，这百花榜中大明皇朝有不少人上榜，但眼前这白衣女子竟比百花榜中的任何一人都要漂亮。李秋水，你若投降，朕免你一死。西夏王朝子民为大明皇朝子民，朕一视同仁。这个小屁孩竟然知道本宫的名字，那就一定知晓本宫的来历了。你背后之人是谁？阁下是谁？西厂大都主。杀人夺宝、灭人满门的西厂大都主。大都主，你为何要灭我西夏？西夏抢夺大明粮草，进攻大明边境，当灭。哼，就这么点小事就要灭西夏王朝，真是可恶！要不是打不过这西厂大都主，我早就出手灭了对方。大都主为了这点小事大动干戈，太不值得。我西夏王朝愿意赔偿大都主。臣服或者死。李秋水沉默，他知道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但他不想就这样臣服。你可知我师父是谁？逍遥子。那你还要本宫臣服？任何对大明动手之人，死！一个死字出，虚空冻结，时空仿佛要碎裂一般。李秋水精神被冻结，他感觉自己要死了。大都主，本宫愿意臣服，还请大都主手下留情，饶过西夏王室，饶过我的子民。可以。多谢大都主。居然是3分归元气，不错，还有第10重、第11重、12重都有。虾人一句话，李秋水胸脯剧烈起伏。他的师尊逍遥子说过，每一门功法想要推演到第10重都无比的艰难，想要推演到第11重，那难度不亚于上青天。李秋水可愿随本都主覆灭奴青皇朝？大都主，妾身愿意。大明100万大军竟被一人乱杀，就连拥有金刚不坏神功的锦衣卫都无法阻挡。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在。腐朽的大明蝼蚁，今日杀你主帅，明日灭你皇朝。西厂大都主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本圣子一剑斩他狗头！大明皇朝北方边境上，一名身着黑龙甲胄的青年霸气冲天，一剑斩杀数百大明将士。孙承宗震惊，曹文照、卢象升两人也是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军队能够对付的了。幸好有曹正纯、陆小凤、谢晓峰等高手镇守，不然此时怕早被横推了。这帮世界怎么都是穷逼？领了！你是奴青皇朝哪个家族的？咱家没有见过你。奴青皇朝只不过是我黑龙圣地扶持起来的，告诉你无妨。本圣子魂骨乃黑龙圣地圣子，今日前来就是灭你大明皇朝。圣地都出来了，大明威仪。稳住，大都主一定会赶过来的。北方战事吃紧，皇主，我们得赶快赶过去。谁敢来与本圣子一战？我来。区神通境1重天的蝼蚁也敢与本圣子一战，报上名来。在下陆小凤。陆小凤，本圣子听说过你。听说你有不少相好的，薛冰、孔雀王妃、上官飞燕、龚素素，这些女子个个都是绝世美人。这样吧，送8个给本圣子，本圣子就饶你一命。魂骨接招！魂骨轻蔑一笑，他飞龙神剑舞动。下一刻，极为恐怖的龙吟声响起，陆小凤直接被劈了个正着。西门吹雪这个冰块终于来了。西门吹雪永远是那一副冷峻的样子，不言苟笑。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永远一身白衣。他的剑极少人看见，因为看见剑出鞘的人基本都死了。混账！飞龙圣地第9太上长老怒斥一声，一道无法企及的波动朝着西门吹雪杀去。这是神通境7重天强者出手，何人能够抵挡？西门吹雪也不能，双方的境界差距太大。一剑飞仙。
仙剑从仙界来，无法描述这一剑的意境，超脱凡尘。蝼蚁。他面上不屑，心中却是极为震惊。表明神通境一重天的剑客，竟然能够抵挡我神通境7重天的一击。这大明皇朝的青年俊才竟然这么强！黑龙血脉，武当长老宋清道息一口凉气。黑龙原本是神龙一族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成为了凶兽，随意击杀其他种族生灵。现在看对方容貌，那必然是拥有黑龙血脉，这代表着残暴血腥。大明皇朝中原武林全是一帮弱鸡，在我黑龙圣地面前都只是蝼蚁，还有那个什么西厂，连蝼蚁都不如。西厂大都主呢？出来让老夫瞧瞧，没卵的太监有什么厉害的？你是谁？敢如此羞辱我西厂大都主？一个太监。幸好大都主留下了防御玉佩，不然这一下子就得被打死。竟然没死！你身上还有宝物，不错不错，拿来吧。你敢杀我，大都主不会放过你的。呵呵，西厂大都主。曹正纯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一点点流逝。我恐怕撑不到大都主赶来的时候了。大都主，奴才。谁？你这甲鱼怎么能欺负我虾兄弟的小弟呢？明明是大明最好太监，此时却命悬一线，而扼住他喉咙的正是神通境7重天的黑龙圣地第9长老。我恐怕撑不到大都主赶来的时候了。大都主，奴才撑不住了。谁？呵呵，你这甲鱼怎么能欺负我虾兄弟的小弟呢？你是谁？说出无名，吓入一跳。在下钓鱼佬立飞羽是也。没听说过，哪里来的杂毛？洗黑蛇，现在听说过了吗？钓鱼佬复归，不可沾染此间因果，且钟灵还等着你搭救呢。急！天道算什么？我疯起来连自己都干。虾兄弟，对不住了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不过我得先穿上衣服，才能救你这个兄弟。大明今日当灭！大明皇朝众多武者心生恐惧，不少人后退。神通境7重天根本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对付的。孙承宗等人心中沉重，他们知道今日大明可能真的要亡了。是吗？大都主是西厂大都主。西厂大都主盖压武林，动不动就灭武林门派，他们是打心底恐惧西厂大都主。现在西厂大都主来了。他们既希望西厂大都主斩杀这黑龙圣地太上长老，又不希望西厂大都主强大的过分。黑龙圣地第9太上长老看着缓缓走来的虾人，他发现自己有些小瞧这西厂大都主了。你就是西厂大都主？尊敬的宿主，触发任务，请选择选项1：跪倒在地，向黑龙圣地臣服，奖励9重阴阳双修神功；选项2：不理会黑龙圣地，奖励全金夜壶1个；选项3：杀死黑龙圣地第9太上长老，奖励天罡童子功12重，迫使对方跪下，再将其杀死，奖励天罡童子功12重，小李飞刀第10重。跪下，领死！好久没有人敢如此与老夫说话，说出你的来历，老夫酌情处罚你。他是真的有恃无恐，没人能几招杀死他，也没人敢得罪黑龙圣地，更何况第8太上长老就在附近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
这位应该也是黑龙圣地太上长老。西厂大都主神秘莫测，武功盖世绝伦，可对上2名超级强者，不一定能够取胜。住手！杀人就要杀彻底，神魂俱灭才算彻底死绝。你的实力不错，但是杀我黑龙圣地2大强者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事情大条了，黑龙圣地2大太上长老死了，还有黑龙圣地的圣子，黑龙圣地肯定是疯狂报复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完成任务，请领取12重天罡童子功。出来吧，多滚滚，该轮到你了。西厂大都主，你乃是神通境7重天绝世强者，对圣地青年才俊出手，是否不太合适？合适，在我这里只有可不可以，没有合不合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太监打架，前来劝架的竟是和尚与尼姑。尼姑和尚哪来的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老衲烂陀寺元真，这位乃是真元寺静心。阿弥陀佛，没听说过，你们为何阻拦本都主？老衲见施主对多滚滚施主痛下杀手，不得不阻拦。敢问施主为何对多滚滚施主痛下杀手？我们在切磋。都快要了我的小命了，你管这叫切磋？哼！施主既然是切磋，为何刚才差点要了多滚滚师兄的命？他的实力太差。我的实力差，我的实力已经达到神通境6重天巅峰。怎么差了？现在有2大隐士寺院的强者撑腰，他也不怕。西厂大多主，你滥杀无辜，纵然你实力盖世，也难逃圣地的制裁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如此滥杀无辜，今日老衲要老秃驴，你没看到奴青皇朝之人滥杀无辜吗？我大明皇朝不知多少人惨死其手。奴青皇朝天命所归，大明皇朝当灭，有所损伤在所难免。大明皇朝不抵抗，就不会有伤亡。天耀大明王，你们如此强撑，作为逆天之举，只会让10几亿子民遭受无妄之灾。混账！羽化前被打飞，口吐鲜血，整个人重重的砸在地上，无法动弹。原本以为对付世俗中的一个太监易如反掌，没想到这个明朝太监太恐怖了。佛光普渡，尼姑静心全力施展佛门神通，烂陀寺和尚元真也全力施展佛门神通施走，吼声震天。奴青皇朝老祖多滚滚也加入战局，3大强者合攻杀人。人呢？神魂俱灭才是你最终的归宿。真元寺静心竟然被杀了。静心乃是真元寺上代寺主的徒弟，不过100岁就修炼至神通境7重天，在未来争夺天命的静心死了，那真元寺还不得发疯？孽障！
你竟敢滥杀无辜！你不但要死，整个大明皇朝都得为你陪葬。多滚滚更是愤怒的不行。静心可是我的，必须为静心报仇。是吗？冰冷的话语从天空飘荡而下，多滚滚感受到恐怖的杀机，不得已，他转身全力抵挡。美之极，距离这里30万里之地，那里乃是黑龙圣地。只要逃到黑龙圣地，天下谁人能够伤我？哈哈哈哈！走得了吗？现在只剩下和尚你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如此滥杀无辜，逆天而行，必将下18层地狱。逆天与天斗算得了什么？来到这九州世界，不与天斗，与谁斗？我这一生第一目标就是在武道路上不断攀登，第二目标则是将朱云培养成人皇，这都违背了天道意志。我虾仁这一生注定了要与天斗。走，本都主让你走了吗？老秃驴哪里走？佛光普渡。明明口诵佛经，发出的却是摄魂魔音。这就是人人敬仰的隐士高僧，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吗？静心已死，我活着也无意义。我不入魔，谁入魔？阿弥陀佛。大明北方战场上，奴青皇朝摄政王多滚滚背后的黑龙圣地2大长老圣子魂骨、隐士圣地静心、烂陀寺高僧元真均已殒命，奴青皇朝军心大乱，大军如潮水般退走。孙承宗、卢象升、曹文照等人止不住的兴奋，原本以为要灭亡的大明忽然起死回生。皇主，此刻是时候攻打奴青皇朝了。将士们，出击！大明皇朝100万将士个个怒发冲冠，握着冰冷的长刀长枪，朝着北方杀去，守护汉家人祖地。他们不顾一切，即使是失去生命，也在所不惜。夏公公，我们杀到哪里去？只要将士们能杀，那就杀，杀到哪里是哪里。你们这次表现不错。多谢大都主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触发任务，请选择选项1，难得来奴青皇朝一趟，对太皇太后做4轮定位，奖励千次郎神功。选项2，奴青皇朝屡次侵犯大明皇朝，直接宰了奴青皇朝皇主，奖励御尽万法根源至今第4重。皇主直取皇庭。夏公公，就咱俩吗？对，直取奴青皇朝皇帝狗头。御尽万法。发生了何事？陛下，黑龙震怒，有贼人接近黑龙殿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入到这里来！让朕看看是谁有如此胆量！谁？黑龙大法！奴青皇朝皇主气势陡然上升，破入神通境4重天、5重天、6重天、7重天。黑龙灌入的神力，直接让奴青皇朝皇主的境界达到这个世界的极限，修为达到极限，可境界跟不上。奴青皇朝皇主目光狰狞，他看到了广场上出现了2人，一名青年，一名15、16岁的小姑娘。你是谁？可知道这里是哪里？哼，不就是奴青皇宫啊！脚里飞刀，黑龙神掌。我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极限，怎么会被人斩杀？是谁干的？谁？你是谁？西厂大都主李虾仁。
你就是西厂大都主，你可知你刚才杀死的是哀家唯一的骨肉？那又怎样？你当年杀死大明皇朝先皇的时候，也没手软过。那是先要灭你大明，与哀家无关。今日你触碰哀家逆鳞，哀家就要你永世埋葬于此。真有意思，你杀别人可以，别人却不能动你。韦小宝，韦小宝，大明人却甘当奴亲狗。大都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明知道是天要灭大明，我只是顺势而为。更何况太后给的太多，包括她的……所以舔狗都该死。太后，虾仁，我要你死！虾仁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又一个天命之子，天罡手。处于雷电中心的虾仁面色淡然，他的内腹万千雷电缠身，脖子岿然不动。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雷电？站在远处的朱云内心焦急，他只祈求虾仁会没事。1个时辰，雷电还在继续；5个时辰，雷电依旧。3天3夜，雷电看似在继续降落，实则弱小了不少。7天，黑云看似庞大，实则已经消散，没有7天前那般恐怖，也没有了那种摧毁一切的气势。夏公公，皇主，我们快走！这一战，虾仁与天斗了7天7夜，他受了极重的内伤，神魂都受损严重，丹天也耗损严重，再无力对大明皇朝降下灾难。大明皇朝终于可以缓几年休养生息了。夏公公，你受了很重的伤吗？不碍事，休息几年就好了。虾仁，你的死期到！飞刀，飞刀，又见飞刀，飞的是命，而不是刀。难道为爹娘报仇都做不到吗？从奴卿那边传来消息，西厂大都主已死，太好了！是啊，这个魔头威压整个天下，这下子终于死了，这是遭到了报应。大都主，江湖中的人又开始闹腾起来，他们认为大都主已经死了。不用管他们，如果有人敢闹事，直接杀。是都主，还有3大圣地，如果他们前来报复，恐怕……黑龙圣地、烂陀寺、真元寺距离这里超越数十万里，而且他们身处秘境，不会那么快知道这里情况的。真的出现，本都主会出手的。这些药方拿去，给3万锦衣卫锻造金刚不坏之身。去吧，全力培养3万锦衣卫与3000西厂太监，等本都主出关，赏赐你葵花神功12重。大都主，咱家一定全力保护大明皇朝子民。明皇3年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尚武。大明皇朝气运较之3年前足足增加了10倍以上。虾仁修为止步于神通境7重天巅峰，可他还是应顶着天地的压制，踏出了半步，达到半步神通境8重天，只等天门开启，他便直入神通境9重，甚至涅槃境。云皇7年，大明皇朝忽然变得格外的寒冷，一片冰霜，即使是3伏天气，依旧如此。天对大明的惩罚又降临了。陛下，南海发生海啸，数十万人被卷入大海之中。什么？数十万人被卷入大海之中？
陛下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赈灾，老臣愿望。准。陛下，西南方向乐山大佛凌云窟中有一麒麟魔出世，践踏四方，不少百姓被麒麟魔烧死。皇主，麒麟乃是神兽，他入魔一定有原因，我亲自去看看。夏公公，你的伤……放心，我现在强的可怕。明明大佛深处藏着恐怖魔兽，无数江湖高手竟争相前来送人头。听说乐山大佛中有绝世神功，一旦学会就能成为神通境强者。不错，聂风、步惊云两人就是在乐山大佛中发现了奥秘，才成为神通境3重天强者的。加速前进，我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燥热气息，麒麟魔很可能就在凌云窟中。是，大都主。乐山大佛麒麟魔现世，一时间不仅引得大明皇朝高手争夺，奴青皇朝、蛮元皇朝、大宋皇朝高手都加入了争夺，而在大佛四方更聚集了各路强者。好多强者，元志惊叹不已。他看到了诸多江湖盛名的高手，聂风、步惊云、陆小凤、傅红雪、叶凯。突然，他看到了一人，一个仇人玉贞子。他杀一起。哈哈，元志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这个元志身上有混元功与神行百变，甚至金蛇剑也在他身上。这些东西今天都必须归我所有。诸位还请助我一臂之力，拿下这个小子。我们温家助你一臂之力，那就多谢吴老了。出手！玉贞子背叛铁剑门，投靠奴青皇朝，他的胆子不小，还敢来我们大明皇朝。可惜他乃是先天7重天高手，轻功极高，想抓他，除非是神通境强者出手。金蛇剑，金蛇剑竟然在这青年手中。金蛇剑关系着宝藏，不知道宝藏有没有被这个青年抢走。大哥，是金蛇剑。金蛇剑很好，再等等。天尊交代我们的任务是搅乱大明皇朝江湖，伺机而动即可。玄大哥，小九姑娘，小九姑娘，快走！走！哈哈哈！元志，没想到你还拐了个这么俊俏的姑娘，我玉贞子很喜欢。小姑娘，来吧！玉贞子放荡的大笑，眼睛非常不老实，她就喜欢这等绝世小美人。朱美簇面色煞气，她乃是大明皇朝长平公主，这个玉贞子竟敢说出如此话语，找死！玉贞子忽然来到美簇背后，一双邪恶的眼睛贪婪地盯着朱美簇，双手更是想要搂住朱美簇。大胆！神通境，你是谁？滚！嘿嘿嘿嘿，六位哥哥，该我们出手了，宰了这个老小子，拿下这个小姑娘和元志。好，你们找死！嘿嘿，谁找死还不一定呢。他们摆出血煞七星阵，将朱天困住。朱天冷哼一声，全力出手，磅礴的法力轰击在血煞七星阵上，居然没有将血煞七星阵击破。天鹤杀！大哥真气损耗了大半，撤吧。哼，好个老小子，实力不错，下次定要你的老命。老夫竟然拿不下7名先天武者，难道真的要去修炼葵花宝典？小子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拦我们关东七魔的道！全部杀了！是，大都主。钓过鱼的都知道，钓不到鱼的时候，跟几个人下去把握。记本座一探凌云窟，不要想着进去就出来。前辈饶命！没过多久，凌云窟中骤然跑出2人，浑身还冒着火焰。火麒麟出来了！火麒麟出来了！
乐山大佛四方，无数武林高手聚集。虾仁静坐于马车中，他天人合一，物我大道，四方强者，他根本不在乎。虾仁将注意力放在了火麒麟的身上，他看向火麒麟的眼睛，一片猩红，很诡异。魔气，这头火麒麟被迷失了心智，神兽竟然成为了凶兽。被封印依旧处于这个世界的极限力量，没有多少强者能够抗衡这头火麒麟。虾仁并没有立即出手，他纵然能够压制住火麒麟，也会被人偷袭，静等即可。可其他人却遭了罪，大佛附近数名高手被火麒麟瞬间绞杀。于师兄，风师弟。魔鹤无量，风云合璧。差不多1个时辰后，聂风与步惊云最终败下阵来。即使他们使出了最基本的魔鹤无量，也干不过火麒麟。火麒麟并没有受伤，却是气喘吁吁，他眼中的凶光却是少了一些，魔气消耗了不少。火麒麟，本地主邀请你成为大明皇朝图腾神兽，你看如何？大明皇朝气运无双，可助你压制体内的魔气。利用气运镇压体内魔气，这个倒是不错。可是人类又是一种十分狡诈的物种。好强的压制！我同意。很好，火麒麟带本都主进入凌云窟。竟然有人能不费吹灰之力降服火麒麟，有趣。人妖李魑魅。这是蛮元皇朝超级强者，诡异莫测，修得天美凝音，纵然是男人也会被其吸引。那斗笠人似乎是奴青皇朝黑龙教天尊。这小平阳不错。四方强者大吃一惊，他们都没有看清楚这人是怎么死的，太诡异了。奴青皇朝天尊，蛮元皇朝李魑魅，看来2大皇朝联手了。合作也可以这么说。万年变革即将到来，我蛮元皇朝与奴青皇朝合作，乃是大势所趋。大明皇朝迟早要灭。你是大明皇朝西厂2都主，还是大明皇朝某个强大的宗门太上长老？火麒麟乃是神兽，我奴青皇朝要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奴青皇朝天命所归，顺天命得永生，逆天命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天命有什么用？你们既然来到大明皇朝，那就永远的留在大明皇朝吧。太快了，急如闪电。黑龙教天尊与人妖李魑魅的眼中闪过震惊，他们对视一眼，眼中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。纵然他们是神通境6重天强者，面对这鬼神莫测的西厂大都主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西厂大都主果然名不虚传。西厂大都主，传闻他不是死了吗？大明江湖武林高手噤若寒蝉，他们想起7年前大明皇朝与奴青皇朝一战，那种随意被支配生死的感觉，真的超级恐惧。一时间无人说话，屹立在半空的天尊没有说话，他那一口气还在，神魂遭受重创，5脏6腑也被震碎，但他有一件宝物——黑龙羽佩。李代桃僵，想跑。西厂大都主，你不得好死！黑龙圣地，兰多斯真面死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必将被3大圣地生火灼烧3000年，神魂俱灭而亡。是吗？本都主等他们赶来，杀！是人都有弱点，而我的弱点就是没有弱点。火麒麟，你魔性未除，就让本都主帮你吧。呀！大都主3大圣地邀战，8月15月圆之夜，北方边境一决生死。知道了。
你可知道，除了三大圣地东海三仙岛、蓬莱方丈、瀛洲，还有南海、北海，很可能都会来，我大明岂不危矣？怕什么？天门一开，涅槃重现，神通境强者，在我眼里也只是蝼蚁。8月初8，北方边境出现了不少江湖高手。8月初10，大宋皇朝、蛮元皇朝、大金王朝、大辽王朝等诸多王朝的江湖强者到来。少林、丐帮、武当、灵鹫宫、姑苏慕容，有太多的高手，有蠢欲动的，也有静观其变的。8月15，边境北面，奴青皇朝的军队来了。看样子有30万军队，应该不止，暗中还不知道来了多少军队，再加上三大圣地，我估计大明皇朝要玩完了。我们坐山观虎斗。大明皇朝，你们西厂大都主若是害怕了，可以选择弃战。混账大都主神威无量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，你胆敢口出狂言！求点本事。是吗？希望你待会还能够这么硬气。边境上空陡然出现9名强者，3名黑袍老者，他们并没有用斗笠掩饰自己。3名和尚，一个个都像是得道高僧。3名尼姑，个个样貌不凡，虚空而立，静静的等候。大明皇朝西厂大都主没有来吗？结！恐怖的音波震响十方，边境南侧全部先天高手抱头惨叫，这恐怖的音波直接攻击他们的识海。风云合璧。大明皇朝还有如此厉害的年轻人，如果老夫猜的不错的话，你们应该就是叶风与步惊云吧？不错，你们2人身怀大气运，可愿加入黑龙圣地？只要你们加入黑龙圣地，立即成为我黑龙圣地圣子，双生子以前可从未有过。多谢了，我还是喜欢待在大明皇朝。冥顽不灵。我看冥顽不灵的是你们。混账！3位大师，3位师太出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西厂大都主，你竟敢偷袭！8月15，月圆之夜，生死一战，时间到了，何来偷袭一说？你们3大圣地是玩不起吗？如果玩不起的话，那就向我西厂大都主跪下认输，我西厂大都主说不定饶你们一命。从来都是我黑龙圣地先动手，何来他人敢先动手？黑龙明月，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掌。阿弥陀佛。小心！是人都有弱点，而我的弱点就是没有弱点。他只是区一人，竟敢跟3大圣地9大高手对决，一挑9，优势在我。下人，我要你死！开启绝天地通大阵，限制他，再将他虐杀。他们准备的阵还没开始，就少了2个，现在威力大减。激活大阵。虾仁身在其中，他感觉到了庞大的压力，超过10亿斤不止，甚至远超过。虾仁站立阵法之中，圆月之下，青山烈岭，凝望明月。哇，好帅！哎，只是为何是名太监呢？如果不是太监，那就好了。虾仁继续负手力，他周身布满魁天法力，面对扑面而来的攻击，纹丝不动。
竟然有人凭借自身法力抵挡我们7人的攻击，那些万年老怪物都做不到，除非天门开启，那些老怪物恢复修为。可现在天门还没有开启。大师失态，全力出手！7人全力出手，磅礴的法力倾泻而至。虾仁依旧没有出手，他凝望明月，他在等待天地的变化。现在差不多了。河床之底，9大法台爆发出滔天神威，地上之水倒流，直入9天之上，天门要开启了。7大强者面露喜色，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其他圣地也在等着这一刻。他们惊喜地看着地上之水倒流，直入9天之上。是天门开启。虾仁看向石门，轻轻地，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没有人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夫等这一天等了600年了，天门开，老夫现在就能踏入神通境8重。西场大都主，你准备迎接死亡吧！烂陀寺3个大和尚与真元寺2名尼姑也开始突破。至于绝天地通之中的虾仁，在他们的眼中只是待宰的羔羊。经过了7741天，老夫要成为9州世界万年来第1个踏入神通境8重天强者。真是天真，区神通境8重天就想抗衡本都主。虾仁举手投足间斩杀了黑龙圣地第3、第5长老，他的实力还在提升，他的神魂还在升华，比其他人都快。怎么可能？下一刻，他出现在真元寺2名尼姑眼前，他的手上布满了神通境8重魁天法力，2名尼姑根本抵挡不住已经突破的虾仁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老衲3人这就离开。3名和尚认怂，虾仁也不再攻击。3名和尚松了口气，他们本想走，可现在正好是天门万年开启之际，无穷无尽的造化在此，万年积累，他们舍不得这般造化，吸收这里的造化灵气，他们有把握在30年内踏入神通境9重天。虾仁看着3名和尚，并没有动手，他的实力还在提升。机会给你们了，你们却贪得无厌。尊敬的宿主，恭喜您踏入涅槃境，触发特殊任务，请选择。选项1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，逍遥自在，奖励逍遥游，大太监系统功德圆满，离开宿主，重新寻找宿主。选项2，了却烦恼根，奖励葵花宝典最后1重。选2。尊敬的宿主，选项3您还没有看，系统建议尊敬的宿主看一看。不用看了。选项3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彻底斩草除根，奖励葵花宝典最后1重，天罡童子功最后1重。我连割自己3次，只为将葵花宝典修炼到最高境界。顿时吓得奴青皇朝30万大军集体跑路。系统领取天魔册第1重。一股神奇的魔性力量出现在虾仁的体内，因为只有1重天的法力，很快被魁天大法吸收。接着，虾仁将易筋经、9阴神功、乾坤大挪移全部融入魁天大法中，他的魁天大法统御万法，各种神功、种种玄奥尽皆于心。大都主，可是大都主，楚王朱荣忽然造反，有高手使出吸星大法，差点杀死少卿，应该是任我行。任我行，看来这是搜神宫要出手了。还有谁？蛮元皇朝、大宋皇朝等诸多异族王朝都有插手，大宋皇朝更是切断了我大明皇朝的粮食流入。看来天门开启，这些人的修为都提升了，以为自己又行了。去通知2都主，让他对付任我行。是，大都主。一个公主成为我大明皇朝皇主，这是我朱家的耻辱，本王一定要拨乱反正，将其斩杀，登上宝座，将大明皇朝从深渊中拉起，屹立9州之巅。神先生，西厂大都主鬼神莫测，您真的有办法对付他？王爷，西厂大都主算什么？纵然他是神通境8重天强者，以师尊我都能轻易击杀，捏死他根本不在话下。
大明皇朝无得女子为皇，此乃大明皇朝耻辱，当诛杀伪皇，立楚王为皇。80万大军齐声吼动，还是十分有气势的。不过更多的士兵是彷徨，他们不明白怎么会突然去攻打朝廷。任我行，看来你这8年实力提升了不少。哼，受死吧，东方不败！西行大法，葵花神针。任我行身体高大，整个人散发出一股魔性，通天彻地。东方姑娘如同一片柳叶，看似被任我行压制，却随意在虚空中游走。任我行那恐怖的手掌根本碰不到她。好一个东方不败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功力。东方姑娘心头一惊，她看向远方，一人是没有多少修为的青年人，一个则是一个黑袍人。神将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搜神宫的神了。不错，本神难得看中一个人，东方不败，你可愿加入搜神宫？任我行急了，他加入搜神宫，得到神的看重，修为才能如此突飞猛进。现在神看中了东方不败，我不答应。混账！任我行，你找死！火雷罡气！你的修为。你以为上次能够与本神将对拼，本神将就只有那点修为？那只不过是本神将的修为被封印，区区神通境5重天，本神将随手都能捏死。这么说，你是神通境9重天了？你想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当然是抓你回搜神宫。神的身体破碎，一道无形神念飞遁，走得了吗？一道神念而已，就想逃出本督主的手掌心？你是谁？半步涅槃。灭赤魔功，不死之身，有趣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能复活多少次。另一座山上，任我行身受重伤，想要逃离，却被东方不败拦住。东方不败，有我天王老子在，你休想伤害教主！让开！东方不败，你忘记任教主是如何提携你的吗？东方姑娘思绪万千，想起以前的种种，教主的确提携过她。愣神间，教主，快跟我走！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明明是拥有不死之身的神将，竟被一个太监吊打。颜狗，本神将乃是神的徒弟，神不会放过你，魔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魔主白素贞，那又怎样？银针飞入神将眉心，将头颅洞穿。神将依旧没有死，他的神魂还没有被磨灭，只是他现在没有还手之力。就你是不死之身，本督主今天就让你神魂俱灭。天地间突然出现狂风，遮天蔽日。你不是老怪物，你是一个年轻人。你是神的本体。不错，本座就是神，你还不错，本座愿收你为徒，跪下吧。天地轰鸣，日月无光，这张巨脸的背后隐藏着难以想象的强者。虾仁不为所动，这个神现在能够发挥出涅槃境1重天巅峰的力量，但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除非对方真身降临。一道神念也想与我争斗，想多了。不知道你这道神念有多厉害。凡人，你想要与本神对决，勇气可嘉，可惜也只是个愚不可及的凡人。出手吧，你的废话太多了。一个小小的凡人也敢说本神废话多，有点意思。神灭。
封锁。银针飞向遮天大掌，却全部直接爆裂，化为齑粉。无用之功，凡人臣服吧。今日我要弑神，回天法力。你这是什么力量？比地级魔和无量还要可怕。如果再来2下，本神的这道神念怕是不保了。不行，赶紧溜吧。虾仁，本神记住你了，希望下次见面你能更强点。大督主，神将也不见踪迹，被神带走了。我知道神将长生不死神，下次如果再来，本督主一定灭杀他。好恐怖的强者，那个任我行，吹得牛逼哄哄，却是个废物，直接被人干死。本王现在怎么办？朱荣受死。投降者不杀，抵抗者诛九族。叛军看着楚王已死，大部分都放弃了抵抗，选择投降，少部分反抗的也很快被镇压。这场叛乱还没3天就被平复了，内患已经解决，是时候腾出手剿灭奴青皇朝了。好，小李公公，朕现在就下令，4大军团、禁卫军、御林军全力攻击奴青皇朝，将奴青皇朝彻底覆灭，一次性解决北方威胁。3天后，一个护都城80万军队整齐列队，朝着北方进发。5天后，北方边境之上，令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：延绵不绝的大明皇朝军队跨过边境，准备进入奴青皇朝领土。奴青皇朝在大明皇朝的交手中屡次受挫，高手损失殆尽。这次奴青皇朝还要灭国了。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在，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在。你们明朝的士兵知道这是谁的闭关之地吗？本关的不准从这里过。不管是谁敢违抗我西厂大都主的命令，死！人人都说你西厂横行霸道，果然如此。不过本关不是你们大明皇朝官员，你们西厂管不到本关头上。还有，你们打扰到本关的修炼，本关一定奏请大宋皇朝皇主，彻底断绝你们大明的粮食运输。哼！天大地大，我们大都主最大，敢质疑我们大都主，死！